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念咪，咱来读《台湾通讯网报》第312期，要来读是29页吧？歹势，我袂记清。就是要来读迄篇。头前有先讲2篇罗马字的台湾语，27页这篇，支那党灭亡进程的歹格调。可能拍算谈2篇啦，因为迄个啥，一篇当然伫迄个啥，伫迄个YouTube 甲 Clubhouse 拢有迄个啥，较用 Clubhouse， 毋过 YouTube 是算会使处理的方式啊，所以就同时间进行着，咁咪才你讲。我哋有当阵啊，即个物件就是理论上本地。读册会就是讲，你有册我有册，咱做伙来读册。但毋过现主是即个社会，就是无啥人读册啊，甚至虽讲即个杂志是安怎讲，网络顶会使找着，啊，毋过就是拄较袂拄好，还是手头无方便，伊就无法度随去找着，就爱。另外处理好，我第就讲参考啦吼啊，安心自在，自由自在，这是讲我听的啦。我去打几条啦，因为这个啥，台语的一寡资源就是啥，就是讲到底也是找台语这个网络顶面的资源嘛，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我就讲，都含内拄好，这个袂讲介顺啊。都含内拄好，时间内拄好，来把时间2时间就记住了，做伙来遮读我册。9点进前呢，9点进前随我，我想要来读一个陈瑞生的所写的《乡土宝记》。乡土宝记我感觉嘛是。真精彩的小说啊！好啦，那个大这个有兴趣再来讲。来，继续读这个陈瑞生的所写的《乡土宝记》。进前讲到阿吴甲款啊，因两阿某，敢若袂输乌着宝安尼，就先借3块啊两银吼。甲处理得好势。过来衙门的头路示标，转来学校，甲迄3块两银卖掉做本钱，改做卖10岁的生意，愈做愈大，尾兼做糖会买卖，趁有钱，伫学校学袂少田，就是放门的好野人。算起来，大约是日本来进前。满清国道光的时代，后来伊的后代尊伊做客家公，就是客家是宗族的开山太祖公。有人讲是丹德迄块墓地好风水，老清100步，当大风度，对应伊的后代的关系。不过风水这代志我外行，若是请教有经验的地理师，伊讲咱不懂，迄凉风之气。伊看会到，咱看袂到，所以袂当做一个确定的评论。不过时间久了，有人把这样代志讲复杂去，讲客家姓黄的家族，原来是金炳灿的后代，七啊斗八，大约是无正确。也有人搞怪，毋知去倒听来，讲客家黄家
本来是咱遮的番仔的后代，为着即个讲法，小整袂煞，就是拄好迄时国兴里的蒋先生，伊是伊无读来，国兴里的蒋先生，伊是台南县文献委员会委员，有甲即种代志写入去乡史内面，变做正史。不过听讲内容加减有无清楚，立场也有偏差的所在，就是安尼。关于即个贼甲反的争论，因为牵涉到祖先甲子孙的名声，毋是小可代志。真侪乡亲前辈甲伊评、甲伊批评、甲伊批评，表示不满，讲迄乡史互人烧圆仔汤，内容白插话一大堆。不过我有安尼第一甲想，咱遮的乡亲前辈是有敬业的人士，为乡里的名声，应该是会乌白讲，是家己的面子。另外一方面，乡史代表一乡，毋是写来互人消遣娱乐的物件。而且詹先生伊人我有熟悉，人格咱有肯定，对即点乡史所代表意义，伊应当真有理解才对啦。所以为这样代志，我国不离将因人插因事，四过访问。凡是乡亲朋友，不管有读册无读册，拢总请教。特别咱庄卡毋捌字的，虽然无读册，代志捌真济，甲问问详细，就是安尼，尾啊才了解。这故事的内容原来真啊深阔，也真正久长。想袂到迄历史的尽头，毋定生伫西部的嘉南平地，也有探去到东部的内山去，所以加减认真困落，甲这的资料捡拾起来，按头到尾整理一遍，写做一册乡史补记，算作是正史以外的补充资料。虽然无乡土主持迄款正式，总是写作的时，尽量采取历史家的态度，用字注重文雅，内容原则上乌就是乌，白就是白，无烧圆仔汤，无烧圆仔汤，有一点的好处。这是乡史补记的话头，讲到这才是话头尔尔，故事才要正式开始。第一即个故事的上头前，其实单位先咧有画东史的人物表和西史的人物表，当然是西史大先啦，因为伊的乡史补记就分做西史先写，然后才写东史，这个部分是属于西史补记的，所以话头讲到这煞，可能看卖啊，还袂有其他的朋友来，我就先来。我看卖伊今仔要读的罗马字较济啊，汉字即物件。好啦，时间到了，转来读咱的大部分都是网报。操！来，312期27页，敢若无其他人来，我就来挑战家己。支那党灭亡前的歹结掉啦。蒋伟文，台湾教授协会会员，新台文系系主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这两个以中国为名的政党，当地自灭的歹结调，愈来愈
明显啊。咱先举例来看，中国共产党近来做啥物伤天害理的歹代志？第一，活摘人体器官，活摘人体器官。中国共产党无人性，刁工甲法轮功学员甲异议人士的器官活摘去卖，来趁钱，图利。第二，打压宗教自由。中国共产党简单稳准政治上甲习近平皇帝所做哪行的，煞毋稳准民间有信仰的自由。最近这几年来，中国拆教堂、拆佛堂、炸佛像的事件一层搁一层，已经到人神共怒的阶段咯。第三，假照一国两制，事实是咧甲香港市民、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再生保证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会当依持原来的制度50年，所以中英双方伫1984年签中英联合声明。毋过最近中国共产党竟然公开讲，中英联合声明简单是历史文件尔。我年来罔听，已经无效啊！有零这条卡你知吼？我无看到，歹势，后来我就甲救一个，我互你迄个啥？佫改版啊！伊佫改版啊！我你咧，伊总算讲甲迄个moderator放咧顶悬啊！啊，我进前是迄个 move to audience 伫咧上顶悬，嘿啊，一看到 M 就甲刺落去，结果我甲刷去下骹，啊，所以我拄仔一看的时阵，佫改版啊！咧，然后再看者，差点要去对第二个刺落去，无啊，第一个开始 make moderator 啊呢。有恁遮你邀请，毋知你有收到无？我先读到迄个28页第3，所以叫恁老对着啦吼。你若要才读第4，好啊。第3讲无效啊，公然漏违背当初的约束，公然来违背当初的约束，毋但安尼。中国北京的政权甲因的香港市民政权联手，想要透过送中条例加强对香港人民的政治控制。香港人民就街头抗议的时，香港市民政权竟然失去人性，以竟然以假警察
真暴力的方式对付手无寸铁的香港人民，手段就亲像1947年中国国民党对台湾人进行的228大屠杀的方式同款，到今已经造成数千个香港人受伤、死亡、甲被失踪。我毋知叫你有对着无？好，来，我继续读第4。然后这个是28页。第4，对维和族人实施灭族政策。中国共产党是新疆设立足济集中营，非法羁押几百万的维吾尔族民，用占卜的方式对因实施强迫同化的洗脑教育。中国共产党的罪行无输迄当年德国纳粹 Party 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政策，就准讲中国共产党丧尽天良，歹事做尽，想袂到当初做人老大哥的中国国民党，即马却沦做小弟，跪咧甲中共哀求关爱的眼神，可见中国国民党嘛知影家己政党的日子剩无偌济啊，敢若会当倚靠外力支持，勉强活落去，因为因知日仔剩无偌济啊。因为因知日仔剩无偌济啊，只好能捞就捞，能混就混，能骗就骗。咱尽举例来看，近来中国国民党有啥物可笑的行为？可笑，那可笑什么货？有啥物可笑的？拄则拢咧讲中国共产党嘛，啊，今我要来讲中国国民党啊。有人袂起来，这是伊，这个是，所以你有对着？29页，要换，开始要来。我想要，你讲。我想要请问，你头拄迄个，我拄中国国民党有啥物可笑的行为？系啊，可笑我毋知。是酷还是酷？伊咧学应该是就一点。应该是酷笑，安尼酷笑是啥物？系啊。酷，应该是酷。好。嘿。啊，所以好啦，你我都读就读。第一，戏出演演，中国国民党立委对啊，立委陈是啥物人？立委陈玉珍，因为伊甲一个坎嘛要创啥？无，因为伊用迄种外国的标准写法吧，就是姓甲名隔开啊。啊，只是讲，我看伊是对啊，立委陈玉珍啊，对，坎嘛哎，所以伊是陈玉珍啊，我是陈玉珍。无，啊坎嘛，我就甲你讲，迄是因
外国人认定讲要写罗马字的人名的时阵，爱用这种写法。哦，好了解。嘿，是因为这个原因。嘿。好，陈玉珍，因遐的人，来到外交部抗议，悠悠乐乐当中，共党的立委黄昭顺，高雄的黄昭顺，嘿。黄昭顺，我在黄昭顺调工，调工合作，嘿，第7条嘛。有啊，有一点吗？有一点。伊迄个白话伊学一点，甲2点我拢分袂清楚。伊个来创造一个符号啊，嘿啊，啊伊点就歪的啊。好，迄妹，我想到在协助啦，好，协助陈玉珍手指头啊，互门夹着，夹着手指头啊的陈玉珍，竟然浪费资源，占用台病院，动静迄区的病房，佮加演挂互拼音嘛，伊毋是 IAN。哦，佮加演，佮加演挂互机器啊，佮加演挂互机器来配合演戏，红翕相。韩国瑜竟然嘛配合剧情，我记得起来，来到北城，来到北城，景演出咯。北城景，北城啊。来到北城景演出，我想我那北城什么？哦，来到北城景演出，这是CHIT 这一幕对无？伊是第4条，这一幕那亲像临别的画面，食的人无过真正食的人啊。我想你的台中 Q 走出来啊，食的啊，你的台中 Q 走出来，食的人啊，台中。食伊啦，食的人无够真正需要北城的病人需求，硬是要算得，硬是要算得悬，甲医疗资源浪费伫个人私利顶悬，实在应爱甲谴责。第2，假数民，假啊是一般的人吧？伊当作对啊，伊当作是平常时的人啊，讲嘛是安那，啊，毋过就是拢，伊拄仔讲的假 A 真美嘛，啊 A 是庶民嘛，啊 B 即嘛就是后壁要讲的嘛。伊
伊是读数民哦，我拢读数民，无怪我读无。无紧无紧，读愈侪了，知影讲毋知佫较侪。好来，假数民真特权。中国国民党推出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竟然是假数民，真特权。好社会讲甲，讲甲喙角全破，拢毋知通见笑。韩国瑜甲啥物？甲哇，伊是一个词嘛，伊用连字符连起来嘛，所以就是讲看到连字符，咱就爱，嘿啊，所以咱就是嘿啊，看到连字符就爱掠讲，迄就是一个词组还是词嘛，毋是一字一字安尼啊。好，了解，就是韩国瑜甲作啊，韩国瑜甲作啊财产。伊的腔是，嘿啊，伊的腔是破，我的腔是破啦。啊，当然破，嘿啊，我嘛是讲破甲破，可能是腔口差的款。腔口差吼，因的家族啊财产破亿，说假先讲因是无钱的庶民，韩国瑜甲因的家族啊，若是无权无势，是安怎会当压迫台肥？台肥对啦吼，压迫台肥借钱，互因去互因去炒豪宅咧，是这个意思吧？对，炒地皮是。对，对吧？以前讲的炒地皮，好。是安怎？韩国瑜的丈人会当伫落水溪以非法的手段科地。无，伊是第7条啊，毋过伊迄是做伊的名词嘛，考是动词嘛。科地啦，是这个意思对吧？对啊。科地菜沙蕉啊，科地菜沙蕉啊，得利咧。就卖遐物件啊，伊迄一栋看偌济啊，伫卖啊，去河川采即种的采沙蕉啊。迄拢无本的啊，无本的啊，佫利佫足悬的啊，对，佫薄利的。嘿啊，再来第三，假和平，真袂台，中国国民党你个对的，你看，就即个 N 伫你目睭变足大字的款。是咩？那安尼，因为我袂关系，我安尼，你就知影讲我真正毋捌地话字吼。中国国民党假影照几字？伊是 KIU 哦，伊是 KIU。九字共识啦，九啦，吼，假影照九字共识，甲两岸和平协议，是意图甲台湾正做中国共产党统治遐HA 尔还是 HA 尔？你读做 HIA 啊？假影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国两制的台
台湾若接受中国的中国的一国两制，就亲像甲民主自由的台湾，一时间沦落做我家己啊，沦落做像当今香港的悲惨局势。中国国民党甘愿牺牲台湾人的民主自由，来换因CHO CHIO GO 嘿 GO 来换因少数人伫中国政治甲经济上的利益，实在足可体。好，感谢啊！这是蒋伟文所写的，所以你若对蒋伟文有淡薄认捌，应该就知影讲一定是啥年。好，唔知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一个先讲共产党伫咧处理香港，然后再来讲，而且这是2020年哦，2020年可能佫会演挂吧，但佫即摆是完全无要演啊嘛，所以台湾人就是爱较僵持者，敢毋使讲僵持，是毋是？拄则迄个哭笑是迄个，伊中文讲做啥？毋知死活啦，我袂晓用呢，Marino 有收即个词，酷笑，伊无例句，因为 Marino 就敢若就讲即个词是啥呢尔，就讲伊的对面中文就是毋知死活英文是讲 muddled or mixed up the characterized by rashness or recklessness。无注意也是安怎晓是安怎？我知。好，我知。好，你讲，你有法度想出来什么例也是怎晓？伊即句其实足粗的呢。足粗的，因为当然有小就是粗无毋对啊。对啊，我头拄我想了伤正经，我读了伤定。你若讲安尼，我就想有啊啦。然后你若结酷啊，笑安尼啦。就是我感觉伊就是即个语感啦，对无？因为伊就讲近来中国国民党有啥物可笑的行为嘛？因为当然，中国国民党有啥物可笑的行为？嘿啊，我是讲酷，嘿啊，酷笑，所以即句足粗的啦。就足粗，毋过我毋捌听过有酷笑即个，有拢讲酷，叫酷安尼。酷笑就佫较迄落啊，就佫较粗无毋对。兄弟啊，是啊，毋过酷甲酷笑是毋是变成讲形容词甲副词的前差？对，伊只是形容酷笑的行为啊，算形容词嘛，对无？对啊，你就是咧甲你讲，你莫叫酷啊，叫酷笑啊，叫酷，迄个酷算副词嘛？系啊，酷。就是讲你叫。酷可能足严笑的啦，你讲。无毋对，笑的词，其中一个词做热笑。热笑就有啦，热笑，囡仔做热笑。对，囡仔做热笑。毋过我就讲，伫教典内底其实嘛有足侪独立一字，伊嘛有意思的。毋知啥物原因，你去查热即字的时阵，伊煞甲你讲，啥物单字不成义，无义项。什么单字，什么碗糕，我袂记一啦。我就讲奇怪，热即个阮的字虽然拢有咧讲的啊，迄个囡仔足热的，你莫搁淡仔热啦，对无？迄伊就会使独立，伊有独立的意思，伊嘛会使去造句，对无？你莫倒遐热啦，迄个囡仔足热的，伊偏偏就是要用热笑，我就讲，迄真正是。对啊。
因为我感觉你袂歹，你提出这个例吼，对应这个课小，就是安尼对，安尼表示讲我跟运动是是啊，有啊，嘿啊嘿啊嘿啊，就讲这个囡仔足热的啊，嘿啊嘿啊，有够热小的，对，啊所以，囡仔足热小的，热小啊。伊热甲热小的精差是啥？就是热小是加强语气的，所以迄个小就是完全无意义的。啊，只是袂晓讲台语的人，还是台语捌无够深的人，就淡仔咧讲，佮淡仔小你是安那？你有够无水准的安尼？啊，所以目前因为台湾的整个语言圈拢伫咧华语遐，所以因一听到因无爱听的话句，就佮淡仔咧讲，哦，你们台语好没有水准哦，安尼。啊，所以因的华语就会使淡仔咧错简六条，讲啊足粗的。英语嘛一大堆 F 开头的字，我真正发现到因甲迄个字改做啥，你知道？伊改写做 FUGGING 的款，原底是 F 啊，什么上后壁是 K 嘛吼。啊，毋过因大部分咧使用拢会用 VING 的形式啊，我就看到因口语上共款照念，就是念因原底迄个字音，也毋过改拍做字幕的时阵啊，伊就改写做 FUGGING 的款，啊，共我念迄个音，因为可能伊嘛是有迄种类似可能文字心沙嘛，就感觉讲你这个字伤粗啊，袂使写，毋是去互人 BBB， 啊无就去互人去读 FXXK 安尼，因敢就是会用即种方式，所以因就袂去写原底的，正常的字母，啊，因就可能变成啥 FUX 吼 ，FUXK 还是安怎？反正啊无就 FXXK 安尼啦，反正就去改写就对啊。啊，然后真正你差无诶，但是你看有。对，你知啦，你就知讲迄是咧讲啥安尼。闪伊迄个。是。因为可能会心沙，还是讲家主动，还是安怎嘛？因就用即种方式嘛。啊，即马就是讲台语，我就讲，你若去校订找有带小即字，敢若5个数，其中个小即个真正莫名其妙。真正就足个小诶。所以就有人咧怀疑讲，迄内底有藏一寡挑工伫咧屁秀，还是挑工要甲台语糟蹋的，就讲对啦。因大汉咧讲啥物台语足无水准，足啥，倒一个语言无迄落咧讲骂甲足歹听，啊用甲足粗鲁的，差不多逐种语言拢嘛有嘛。当然你要勉强，淡仔咧讲啥物日语无，讲一较无需要，迄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毋知影。日本人嘛无一定会甲你讲嘛，你若无够亲，无够熟，因哪有可能甲你讲嘛？迄讲一个较无需要。叫你白街摇落，伊嘛叫你马路啊。无，因日本人已经无啥咧用白街摇落即个词啊。因甚至我捌听过因日本人咧讲吼，迄是阮阿公啊，阮阿祖才会甲骂吧。伊讲因日本人已经敢若自因老爸迄辈开始，也就是可能我咧摇，是毋是1950年、60年以后的日本人就无啥咧用即个词咧讲骂，因就是用其他的，可比讲，当然要去骂，要去啥，足侪语境，足侪字词会使用嘛。可比讲，迄个啥，有一个做放假吼，东大特训班吼，就是咧讲一个无啥会晓读册，想要去读东京大学嘛吼啊，内底伊就改。迄老师就教伊一个啥，评语吼，还是啥物系？啊，念出来就是，敢若是阿好吼 ，AHO 的款，我袂记清。反正迄个人嘛笨蛋的意思吧，你啊。吼，啊，毋过毋知影的人一看到讲哦，迄敢是咧甲我学了啊？你看到 A 嘛，看到伊讲，哦，你有爱成就是 A 哦，无啦，你甲你叫啥物阿好啊？是，可讲咱遮会叫阿呆啊是啥嘛？还是什么 AS 我袂记起，所以讲到这 S 号啦，啊对 S 号，S 号啦，S 号英语啦，S 号是英语哦，啊伊敢若是写，我讲有可能就是安尼啊，敢若是毋是有借用的情形？因为你讲什么我毋知影，什么 S 号，我就想到 S 号啊。因为伊敢若写英文字母 A， 然后佫写一个卡纳，伊佫写一个卡纳，迄个卡纳我读起来敢是好啦，
啊，所以我毋知反正，因为英语的 S 号当然嘛是，可能嘛是有笨蛋的意思吧。啊，反正不管就讲，逐种语言拢有咧讲嘛，咧讲咧嘛。啊，因的华语会使咧甲安尼无吵无笑，啊，台语煞袂使讲两句啊，出来口中开一个。诶，真正讲实在，你淡仔讲，阮讲垃圾话、歹听话，迄个瞬间，你只不过是咧口中开的尔。当然换一个认真来讲，之前捌想捌讲过。啊，有遮尔济字词通好用，为什么你一定要精选迄落歹听话、垃圾话，吼，还是迄个什么中二吼、屎尿屁？我觉得就讲个小囡仔啊，拢爱学较紧啊。就讲迄个语感，其实迄个学较紧，语感会较紧，较容易掌握安尼随情绪随出来，就随知随用会出来。你讲你表达较清楚啦。嘿啊，强烈个清楚安尼啊，好啊，所以 OK 好，反正有力的迄种诶表达方式。好啊，所以伊这口小就是 Mary， 敢若 Mary 修即个词，啊，可能真正讲诶。伊就是要讲即个人酷小咩，对，酷小啊，因拢是安尼啦，我。啊，过来就是讲酷小，啊，过来是啥？我想着我伊要是酷小，酷小甲酷小差足多诶，完全无共啊，就是啥酷势还是丧势迄个意境啊。反正含即个酷小是完全无相款的，因为即马遮完全无共诶。即马遮是伊是要甲中国国民党做一寡代志，甲伊调出来就对啊。吼啊，所以真正就是要安怎讲？对咱来讲，吼，对咱讲台语诶，还是自认做台湾人诶，就是要有一寡相对较深刻诶人物啊。然后我就讲，你讲伊诶行为嘛？嘿。伊是咧讲伊即个行为嘛，所以这就是讲恁遮安尼叫酷安尼酷小，就是讲恁遮骹小，咱拢即个小型安尼啦，去酷即个小型安尼，因拢是有即个意义情绪伫遮，嘿，毋对。嘿，啊，你若讲，你头拄仔讲迄个吼，我回应你头拄仔讲者，叫我想着讲。因就讲哦，恁台语人讲诶哦，迄足无水准诶。我今仔日才甲一个囡仔讲，两个人那伫咧半开讲诶啦，讲哦，你好屌哦，嘿啊，怎样我屌安尼啦，哦，我就甲伊讲，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嘿。你敢知影安尼讲会足歹听？恁知影无？是讲已经毋是好听歹听，你要先去了解一下这字是什么意思。嘿，我就甲伊讲啊，我讲你要是吼，我来讲啊，你如果说较真起来哦，你要是冲着我这样子讲的话，我可以说你性骚扰哦。我就甲讲啊，你不能家己去思考对啊。所以你讲字吼，但是你甲看咱即马足济囡仔，搁一个囡仔袂晓讲调，对无？这个好调哦，迄个就变做是一种流行文化。哦，啊，你若讲你若讲啊，你讲台语拢讲诶，什么错干六条诶，其实就是认知无共，认捌无够啦。我等来当安尼讲尔，以上回应。好，感谢。伊诶等于是因设定诶标准无共款嘛。就是相定的标准嘛，对无？较早你学校学到的嘛，吼，讲什么爱对家己较严，足有北长的，吼，迄袂输，迄个啥海边啊，迄个标准也是迄个严格程度，有够酷啊，有够灵的，有够松的，安怎拢无要紧啊呢？啊，别人袂使一点啊，迄个错误啊呢？你讲到迄囡仔，踮咧讲东讲西，甚至吹痟，还是讲影响到别人。我前两天看到人伫做咧分享，迄个可能是一个对我来讲，以我角度来，可能是查囡仔。当然，迄个查囡仔可能嘛应该是成年啊，可能18岁、20岁以上啊嘛吼。啊，相对少年的，结果讲什么拄着小学生走去甲骚扰，就讲伫公车顶悬，讲到伫后壁。
就坐前后嘛，啊囡仔伫后壁，就怎双手甲环咧安尼，有奇怪，这生有人安尼，吼啊，甚至就当走，啊无伫坐稳顶悬，啊伊有坐稳台北坐稳有迄个有迄座位是较接偏拄较接偏嘛，啊你若坐落去，你毋知后壁到底什么状况嘛，啊咱一般拢是有咱家己的迄个认知讲啊，就是相安无事安尼去做，啊，哪会知囡仔安尼嘛？啊，毋过你想爱看一个囡仔，佫有迄个啥名牌5年啊的，吼，啊无闪好啊，啊佫缀我去安尼啦，啊甚至佫淡仔咧讲东讲西安尼，啊伊就讲奇怪啊这，我就咧要讲，迄到底是毋是去啥物所在看到啥物奇奇怪怪的知识，啥咧做实验嘛是安怎？变成讲。即马已经2026年的现主时，变成讲已经毋是至少毋是咱我都想象的讲啊，是毋是？莫讲小学啊，理论上应该是各种毕业进程应该拢还佫乖乖啊，温顺啊，甚至你要讲伊足纯洁的啥，应该拢还佫会得讲过，吼，讲会过。啊，毋过即马敢若毋是。囡仔屁就淡仔咧，甚至个另外一个就回应讲啥物，有一天伊伫路里嘛拄着啥物三个差不多高中生，啊走去甲一个可能已经伫出社会伫食头路的，吼，迄个少年查某囡仔，淡咧讲东讲西，啊你有 IG 无？啊你有啥哦？安尼，变成讲，当然有当阵啊，即种。想要认捌的，若种讲是相对正常嘛，佫 OK， 啊，毋过变成啥囡仔，啊，佫结果安尼，敢若这要安怎讲？无代志，敢会使安尼讲？囡仔屁，甚至佫敢若少热笑，真正是热笑的行为耶。哦，所以啊，这嘛是一个。麻烦的代志安尼，好，毋知咱来宾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咧读即种尤其白话字的部分，我就讲针对伊的迄个联理符的使用，我一直抓无。吼，啊，以即篇来讲，就讲民主自由，对咱来讲，当然念做华语无啥物问题。即摆念做台语的时阵，到底是要甲断开民主？自由，还是民主自由？这个词，我无真确定，就是讲，现代社会这个名词，啊，伊组合起来，甲相对较古典，我就讲我上爱记的咧，就是蚵仔面线嘛。啊，蚵仔面线就是蚵仔面线，你袂使甲伊讲做蚵仔面线。伊毋是2分开的2碗，伊是1碗啊。迄1碗你不管怎样放拢是蚵仔面线啊。啊，毋过迄是具体的物件嘛。啊，民主自由这是虚拟的嘛，也是抽象的嘛。啊，即种名词，伊无连字符连起来，啊，毋过要安怎读念，可能有真差。所以因的白话字的迄个连字符的使用法，我一直教他，我个人一直教他，也是。有当阵啊，杀无迄个章头安尼，像就伊即篇有一个啥物，我都看一个啥物哦，经济上对无？上中下嘛，吼，啥物当中，还是啥物中，还是啥物下，拄则个一个啥物下嘛，统治下，经济上统治下，伊就是拢用连字符甲伊连起来无问题。啊，少数甲人。敢莫用连字符，还是敢免？伊则是无啦。所以我就讲，有当即种连字符的使用，我一直教他就是，尤其看白话字会有迄种一三无迄个脏的想法啊。大概是安尼啦。好，安尼，咱会使来读后一篇白北啊。你拄讲。这吼，我感觉是你进前是你甲我提醒，
你讲看较紧诶，你讲爱看较紧诶。嘿对，目睭看紧，啊慢慢啊，了就看目睭看较紧诶。啊，就是因为你讲像着民主自由，还是民主自由，我感觉这就是爱看前后文啦。有当时啊，你有可能嘛会分开讲啊，对，民主自由，嗯、啊有当时啊可能某一个语境伊嘛会讲啊民主自由啊，对吧？我家己想的啦，所以我感觉对有，咱伫咧看迄个当下，咱就想讲，以我啦，我咧读我就那你讲看较紧诶，啊，较慢诶，看较大准较大用准诶，啊用思考较慢诶安尼，我是安尼想，所以就用当下判断安尼。段比较较读过啊。OK， 以上嘿，这是家己学习到的呢，好以上。是吧？咱读后一篇，即个白腹啊，亦嘛一种动物嘛。伊敢若我印象中，我有注意过，有记诶，会记得啦。啊，毋过实际上内容当然袂记得啦，吼，就是毋知啥物货。啊，毋过就是伊敢若有即方面诶。迄个努力拍拼安尼，来我先读30页即两段啦吼，啊然后玉林则读31页。之外，你若有方便吼，我哋就是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好，来，即个312期的30页，吼，易俊宏所写的白腹啊，伊叫做啥？台湾刺鼠，吼，鸟栖科的吼。有咧看即个专栏的朋友，一定会感觉真奇怪。为什么顶个月的专栏已经写过白腹啊？但是迄摆是讲是高山白腹鼠，即摆煞来讲是台湾刺鼠。当初开始写即个专栏，就是想要来连接过去咱台湾先辈的文化，甲现在生物学的知识。咱台湾有真侪在境会团队什么状况，透过写专栏，我嘛想要分享一寡生态环保的知识。好，叫恁换你31页。过去有讲到麻叶、暗光鸟，即款文化概念甲生物分类无相共的案例。即个月的专栏嘛是共款的情形。以前台湾先辈讲的鸟鼠是咧讲月翅目翅中月翅目翅中科，啊，而且是双引号。哦，也是哦，毋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哦，是月翅目。因为伊是总科嘛，对，因为月翅目翅的总科，伊意思我咧猜想应该，因为有一个总科啊。我虽然我无读过即个，毋过咧也是有一个。我感觉伊是一个月翅目，啊是翅的总科。月翅目可能有分足侪种的啊，分了鸟狗啊，不如我后壁讲的啦，就安尼啦吼。冇可能。我的思考模式是安尼，所以我才会读月翅目翅中科。安尼无就是变成爱变做安尼讲？科属种。月翅目一个翅，对啊，盖文科，对啊，盖文公啊，对无？系啊。木手种，木属种。木，过来嘛木，吼，啊过来就是科属种，吼，对啊。科吧，对啊。科嘛，系啊，属啊种嘛。对，啊，伊是总科嘛，所以后壁可能佮继续解说落去，咱就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我知，我的思考是啮齿目属种科，我的理解，我的思考啦，我的思维的模式是安尼。好，等下再搁看好。内底所有的动物，白腹下面白腹鼠属，白腹翅属还是属吧？属于啥物货嘛？属下面白腹翅属的鸟翅。实际上，白腹翅属只有2种动物尔，就是高山白腹翅甲台湾赤色的
上大无共的所在是高山北以上悬的所在，1500公尺以下是台湾气活动的所在，但是呢，种北北啊，拢是台湾才有的台语相像，可能是以前阿斗啊来台湾的时，想要号一个台湾特色的名，就建这篇活动，可能后壁还有人无？工课啊，所以毋知电啊较倒去。三十亿啊，大概三十亿啊，剩2段，无讲介大段的。你来介绍北北伊是咧食啥的？安尼？哦，北啊，伊主要是食种子、树叶、树叶、树籽，嘛会晓掠虫拖来食。除了伫地面软来软去，因嘛会晓爬树啊，为着伫因的尾溜嘛真长，伊会甲身躯相当，因的年岁差不多上侪年半2年尔，一摆会当生3、4只幼囝，目前是生存也袂有危险。一段嘛。你搁读落我紧，你甲读完。有讲过，台湾的鸟鼠差不多有10几种，北北啊拢是内底较大只的。台湾刺鼠的身躯会当生到20公分左右。高山北北啊，骹接挺的毛色较乌。这个月讲着北北啊，骹接挺的毛色，甲甘刺鼠嘛是咧讲因的毛，因骹接挺的毛有一寡较长较粗，甲咱毛中有刺同款。但是为虾米台语无直接叫因刺鼠咧？因为刺鼠是讲的是刺猬啦。刺猬，对。刺猬因为是种野猪，规身躯嘛全刺，敢是？我毋知影，歹势，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好无？这伊讲安尼是属于台湾特有，听起来看起来，毋知台顶嘅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好无？我袂记伊是生做啥款，敢是这啊做。伊有讲伊食的，敢若因为拢伫野外嘛，所以食的遐物件是毋是拢敢若食物较侪，抑毋过嘛有通好掠嘛，掠来食呢。伊听起来看起来就是鸟鼠的外形差不多，啊，当然伊讲的大细只敢若有小可争差，啊，外形共款就全拢叫白北啊，就敢若白灵犀。对无理解的人拢嘛爱叫白灵犀啊，尾仔才知讲白灵犀有3种共款。我想要查看下。好，安尼。伊即个易俊宏伊连续即2期所介绍的白北啊。
Google 顶悬会使看到的，伊迄个是算啮齿罗登下，台湾生物多样性。伊讲食灵动物种啮齿类，用使袂起、问起、杂食性、水豚胸，要问起。安尼即种刺一定歹食。所以无去用食了了，对啊。当然啦。当拢伊迄个两倍质无够的时阵，杀掉咱嘛摕来甲食啊。所以迄个啥，听讲做田的所在有迄种，不管是草狗、草马啊，若有大概东南亚敢就是捕起来，安尼袂输哪里食迄个啥物货，搁要盐酥鸡，吼，还是啥物？有一段时间食迄啥物鱼嘛，就煎甲脆脆安尼啊。啊，所以以前台湾敢若嘛是讲会掠迄草狗，还是草马啊，用烘的，吼，无啊各种啊小学5、6年啊迄种的，对无？做巴就甲吞落去啊，对无？若烧有够烧，你不管有啥物病毒还是菌，拢嘛死了去，是惊迄个物件本身有毒素尔。所以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啊，当然，伫生物分类，伊全国，因为伊早拢是迄个年代，因拢是用客番仔会啦。对啊，拢是番仔会俗啊。对啊，而且拢是食薰啊，食薰拢有番仔会，啊，就讲对厝的头也番仔会，也是讲，也是讲啥物？若住古早厝迄灶就是爱起火引，就是一定有番仔会啊。哎，番仔会嘛囥咧一2暗2、3暗，啊，若头叶一压出去，啊点规去啊，佫摕倒转来囥，大人无一定随知啊。对啊，所以迄无人咧，会使讲无人咧管。除了讲真正热甲互囡仔真正热烧甲吼，会放火烧，安尼就去互人累啊。就是讲出代志的时阵，才会去用严格禁止啊。对啊，一般来讲，一般的囡仔佫较热，伊有一个范围啦。一般拢就是抗寒极啦，啊，就烧草啊，补啥物货安尼。那你讲会去烧迄啥物来食安尼啦？我掠着衫。嘿，掠着衫来食。啥呢？嘿，我会记得我足细汉的时候，阮哥哥捌补迄笋菇互我食。啊，是了，笋菇会使食哦，我毋知影。笋菇，啊，佫有笋糖呢。笋糖甲笋菇有啥物情差？笋菇我知，啊，笋糖。笋菇伊啥那做笋菇，伊就是只有笋来嘛。啊，伊只笋啊要创啥？伊要放卵，伊要生囝嘛。所以还袂变笋菇的笋糖。我的理解是安尼，但是笋糖足肥的呢，安尼肥，比鸡母糖较肥呢。啊，贵哦。圆圆安尼。系啊。以前我较细汉的时候，阮哥大我较侪岁啊，阮哥会烘迄我食。伊毋是笋菇是用烘的，啊，迄笋糖吼，笋糖。可能用签的。用咧下顶底哦，是需要油落去煎啊，我记足香的哦。咱类似咱咧煎螃蟹安尼啦，嘿。啊，伊就可能甲螃蟹生啊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迄个形嘛。但是笋糖较像蚵仔糖，你捌看过？蚵仔糖是青。青。伊是青肥肥长长嘿，啊笋糖伊佫较软，啊但是较短，啊较白，伊是白。
较白，对白，甲迄个鸡母糖共款白色的啊。对，啊，但是比鸡母糖伊皮较敢若较小可较定较一丝啦。啊，笋糖吼无，笋糖是安尼肥圆圆安尼嘿。肥底啊，你。嘿，真正肥底安尼，像咱的镜头公安尼，差不多咱的镜头公较大只，嘿。伊鸡母糖就敢若袂安尼肥，无。就我要讲的是迄个比例问题啦，就讲。嘿，对，我了解你的意思。嘿，所以。但是笋糖其实伊嘛会用春秋啦，但是对，我毋知呢，我看到的状态，伊拢就是安尼。袂叮当伫遐。嘿，会尿，会小可会尿安尼啦。我毋知迄种个足细汉，阮哥拢会去，伊就会去铲伊，还是倒滴啊雕来安尼。嘿，就会去拗几支啊，有迄滴啊伊会晓看，嘿啊。摕转来，就叫我掰开内底有糖，伊就会用迄鼎底，用伊早有迄猪油哦，像咱咧灶空哦，迄边仔灶头拢有猪油，鼎倒一寡猪油咧鼎底安尼，煎起来就安那芳安尼，我会记。所切是笋菇，才会所切是笋糖袂。嘿，阮个伊会掠笋菇，伊会甲迄即摆想起来吼，伊会甲迄头吼甲黏起来，倒一撮盐，就去补诶，用火炭补，用补诶，迄我捌食过呢，哎呦。阮是拢掠来算，因为阮若久会去，我捌地过啦，去规界啊，就看到迄底啊有酒空还是啥，就知影有物件，就可能甲雕啊啥，我毋知，反正就是会掠迄个笋菇来咧算就对。嘛是先掠来算啊。算的才会甲食呢。嘿，对，就是讲拢完全利用无拍算去安尼啦。对，伊才会摕迄车线。哦，对，锁啊机内底迄个。对，啊，就会用迄锁啊，阮哥就用迄锁啊，甲绑，伊就叫我一手牵的，叫背去啊，背去用扣的就吹箫啊。就出来啊。阮哥伊就会另外一头，伊就绑一支迄竹话啊，安尼茶话啊，囡仔迄阵我较细汉啊，手摕咧安尼，伊就会紧背，伊就直直背啊。背去安尼，就叫算安尼。就是安尼，算到尾啊，敢若咱袂晓共饲诶，算死起来是安怎？阮哥就会摕去补诶安尼。像囡仔哪青番诶嘛是食，因为足细汉，敢若还袂读册无。阮哥哥就大较我离阮哥哥较济岁，所以伊都会变觉话袂好啊。好，小妹啊，好，讲遮来，好以上。好，感谢各位甲咱分享。好，毋知大家个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两天嘛。无共个方向，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讲加读歌较无共人个作品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312期的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个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大家来去个朋友，像我咧顶管网读网朋友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